他们脱贫攻坚，他们振兴乡村，他们守护青山绿水，他们守望相助，跟时间赛跑，他们共学共事共乐，他们交往交流交融。石榴花开时，他们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，为美好生活奋斗。上升了，72、73、75。这里是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，森林蓄集量居全省第2位，是川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。过去30年，胡林的工作就是守好这400多万亩的国有林区。如今，用无人机代替徒步巡山护林更有效率。安一个。哎呀，哎，准备搞。哎呀，你现在懂得气象，我耍遥控步赛车的感受了不？这个是往前是上升嘛？我往上升，这个下就下回来就往下，这边就是平移，对吧？哦。我不是老了不行，老个笨拙拙的。你不学当然了，你要学噻，你不能说啊一老就不学噻。年轻人脑壳要灵光的。胡林佩服的年轻人是他的儿子胡波。1年前，胡林劝说儿子辞去了成都的工作，以临时工的身份体验林区生活。他希望儿子能接自己的班。这事儿，胡波已经拖了1年，至今还没有明确答复。5月份，人家北县有个现场会，脱贫攻坚会，要把这个草整干净。甘孜州白玉国有林保护管理局在仲学村流转了400多亩土地，种植蔬菜和中藏药材。2017年，胡林成为了该项目的负责人，开始带领林区群众脱贫攻坚。车程8亩啊。每亩地每年1000元，然后务工每天每人100元，以这种方式帮助老百姓致富增收。车翁炖猪哈，炖猪嘛炖猪。今天，胡林发现贫困户拉真没来。过去几年，他都以提供务工机会的方式关照他。拉人，在家。我也没拿个拿人，你没得事，出去吃喝。生活上要吃好。身体好嘛，小风吹多多打嘛。知道家上牛啥都，等你牛个你来，我那个手这的知道牛就知道，知道谢谢的你，他头上嘛。起初，由于胡林没有种植药材的经验，很多村民看到过他在地里焦头烂额的时候。有一次，为了提高蔬菜种植的成活率，胡林和同事们冒着大雨抢种蔬菜，恨不得一个人有4双手。老百姓就过来7手8脚的，也就是有些雨都没穿，就帮我们一起就把那个当天那个蔬菜全部就栽植完成了。这个呢，当时副厂长看到以后，感觉热泪盈眶的。这些年，胡林和仲学村村民一起风里来雨里去，早就打成了一片。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，每年人均增收3000元。2018年，仲学村脱贫。让胡林高兴不起来的是，他与儿子的关系却愈发疏远了。那个，你还是等你白出来去种土豆。
就这样子照着做。那就照着我这个做嘛，就这样子照着做，是不是？挖好深呢？有这么深嘛？就这样子丢起。再那样也累不累？还是有点累，没做过嘛，这都是第一次，而且还是找我爸忽悠进来的。你还可以，把你的儿子都弄进来了。考虑啥子？第一次喊他进来，他不同意，还是他就在外头。第二次我就给他妈做工作，喊他妈去，他才同意进来。我今年呢已经54了，明年呢准备退休了。我们娃娃进来呢，他看到这些活路呢，他就说每天给他个500、1000呢，他都不想做。他就说这个太辛苦了，我们都吃得下这个苦，他也吃不下来。所以说，从小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娇生惯养，就是要把他弄起来锻炼一下子。我就希望把他弄进来，成为第3代林业人。完了了，你这个青山绿水还是要有人守护噻。来之前的话，让我感觉这种不算一个靠谱的副业嘛。除了过年的时候才看得到，其他基本上都不咋看得到。你们一起生活过，来了之后，确实这个地方是偏远了，整晚上都是睡不着觉呀，经常就是头痛。别说我爸喊我过来给你打下噻。要得嘛，那你把扳手递给我嘛，那个递那个10度18的那个。好。你今年好大了？我今年27了。跟我们娃娃也差不多哎。那你娃娃在做啥子？我们娃娃今年在外头上班嘛，然后呢，今年子准备下半年准备结婚了。那可以哦。啊。那不是你今年要准备回去了？娃娃结婚呢，我才是必须回去的哦。那恭喜了啊！提前恭喜你了啊！你看从小到大，他读书的时间呢，我都不在家。学校开家长会呢，我们都没得时间去参加，这个天圆地圆的。我爸也是，我就连我搬出来长啥样子，说不定学校门开的那个方向都不晓得哦。老白，雅安人，工龄32年。因为常年缺乏交流，他与儿子的关系不可避免地生锈了。别说，听说你快退休了，明年子5月份就准备退休了。那你舍不舍得这里啊？都干了这20-30年了，真的还舍不得这个地方。家庭工作我们也想把兼顾到，但是这项工作呢，我们也没得办法。你爸也是这样子的。胡林，1990年从林业技校毕业后，子承父业，成为了第2代林业人。来众学村助力林区人脱贫之前，他是麻蓉林场副厂长。厂长吴林是他最佩服的人。在树苗培育上，胡林希望儿子能向吴林多请教。对这个苗床的观察，对这个大棚的观察，也像带小儿一样的呀，一天随时观察到起。如果拿上2-3个小时，你没得观察到，没开窗，没个，你整个前头所付出的就前功尽弃了。这个是苗子啊，
那个不熟，那个是杂草，看没有哈？那个杂草那种看啊，顶个壳那个才是云杉苗，看啊那种。 2013年，吴林曾在这里种下了一批鹅色苗。半年过去，一株都没有长出来，他为此后悔了好几天。为了育苗，吴林没把家安在县城，而在育苗大棚30米开外的房子里住了20多年。从播下去，我到移出到大棚里头播呀，在那大田里头，那个再到上山，基本上要5年，稍微慢点的话就要6年。所以说，育那个小苗像对待自己的小孩一样啊。所以说，看到山上一片片绿油油的，特别高兴，特别兴奋。这是吴林培育的第3批云杉苗，在退休前，他就只能培育1批苗上山了。吴林特羡慕胡波这样的年轻人，这般年纪能培育5批苗上山。一般都是15、16年了，现在生长期那个是基本上1年可以达到40多公分、50公分了。胡波，你看嘛，那些树枝就是当年我19岁的时候，就那个当时种那些树枝，当时栽的时候，那种黑黑圈树，基本上40多公分、50公分高，现在长好高了，全部成林了，啊，那树枝高多了，看起多喜人，上山的时候全部是住帐篷，那个帐篷不像现在有棉帐篷，我们那个是单帐篷。单帐篷过后下雨的时候啊，外头下大雨，里头去下小雨。外头下小雨，里头还下大雨，它和那个就不凶。特别是晚上打霜的时候，那个连续地面是打死了。白天太阳出来过，太阳一苦，你就像蒸笼一样，你全部一蒸干。所以那个时候条件特别辛苦。胡波从未听父亲说起过种树的苦，他只知道，父辈种下的树已经比他高出了一大截，共有200多万株。吴林一脸自豪，这些树已经能影响这一片的空气质量了。这里头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天，还有就是青山绿水些。我在城市待的时候根本不敢想象，还有这么蓝的天，这么青的山，这么绿的水。我有这个地方还是真的没来过。你现在也是20多岁了，你那么多年，值得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之前没有，反正工作就是工作，生活就是生活，并没有啥子骄傲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来这儿工作之后，虽然说体验不到你们还有我父亲工作中的乐趣，但是呢，能体会到这儿工作中的艰辛。只有去爱上这个工作，你才会更愿意把它做好。还有就是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的来，切勿好高骛远。还有他们前辈去的艰苦朴素，就像他们说的，你来这儿注定要吃苦。娃娃今天在外面工作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嘛。还可以，脚痛不好些了不？好多了。好多了。还能继续吗？要继续。他那个童工呢，他说他从小就有，其实我一点都不清楚，所以有时候心头想起来，的确有点愧疚。他能够坚持啊，我从内心来说，我还是比较感动的。不得行，不要硬扯哦。别个都可以，我为啥子不可以嘛？那好了，明天就跟我去巡山。好。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，刚强紧握在战斗梁山上。祖国的山山水水
连着我的心。骏马奔驰保边疆是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。这满山的林子都是听着罗隆平的歌长大的。罗隆平，达州人，常年在拉隆林场管护点值守的就他一个人。今天，胡波将和他巡山护林。罗哥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寂不寂寞，怕不怕呢？这个寂寞呢，你说不寂寞呢是假的，怕什么的不，习惯了就行。你既然在这儿工作，说你在这个岗位上，可能要把自己的这班岗做好。是。胡波习惯了城市的喧嚣，但护林人的生活是寂寞的。大山里没有网络，没有亲朋好友串门。老罗发闷时就和树聊天，无聊时就唱歌给自己听。这几年情况变了，拉隆林场管护点附近陆续有村民建起了房子，老罗便有了邻居。水源的那个是靠青稞的，我们老乡的水源那些啥子的话，你看那摩托都够。你好，你好。山上柴火小的捡的可以，大的不能捡。有陌生人在里面来打的就给螺丝说，野外不能生火。山上挖虫子也给他们说声。哦，还有捡地是吧？哦，对的，嘎，对的安全。打人啊！这有个刺，追到我上去了走好。让我拿你爸爸，你踩到我那个脚印子那儿。不，哎，不好不好。踩稳没有？踩稳了就是。哎呀，好，胜利了。管护点离城镇远，购物很不方便。老罗像本地人一样，在住所旁边开了一块地，种上了一些时令蔬菜。老罗身体不大好，爱人特意来陪了他半年。这顿饭后，老罗的爱人就要启程回老家了。平时老罗住的房间有80多平米，一到节假日，屋子就特显大。今天胡林、胡波的到来，客厅的大小反倒合了老罗的心意。谢谢你喽。谢谢你们。哦，你看嘛，如果常年都在这山区，又很少回家，你还跑到这儿来，确实我比较感谢老师，嘎。应该的噻。跟领导没关系，说老实话，待久了还是有一种情谊。罗哥，你退休了，而且接班人还不好找。这连小可能待不下。你要像罗师种点菜，比如说把你分配的这管不着，种点菜。慢慢就习惯了。现在想吃蔬菜买得到噻，你只是说走的路远一点儿。你那个是想买不到的。那个在半个月、1个月拉一趟车菜回来。冻的嘛。啊，冻的。2年冻的。我们刚刚来的时候，年轻时候还是有点不习惯。哦。是吧？你来慢慢就出习惯。哦，你看嘛，网络又不好，电话又不通，上天这儿住起还是要恒心的哦。没得恒心这个是住不下来的。你不要老想着外面那些花时间。我在走了，你是玩呀，过来跟老百姓的关系各方面搞好了，还是工作就轻松了。哦。是不是哥？除了稀罕你们2个。就祝你一路顺风，好，把事情底下办了，尽量把个罗哥照顾到，好到退休，好平平安安回家，就 OK， 好，好，谢谢。拜拜。
好，路上慢点啊。好。明年，老罗即将退休。32年工龄，老罗把自己活成了当地人的模样。他与故乡的距离感却远了。假如我说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摆龙门阵，都跟他们聊不在一起。他们聊的跟我们聊的，就是有区别的。我们好像听不懂那种，看慢慢适应嘛。说起退休了呢，当然是高兴，但是这份情谊，这份兄弟之间的，大家共同风风雨雨走了几十年，还是割舍不了的。和这片土地也难以分割，我们都忍不住，还是比较舍不得。胡林和老罗共事多年，他们一同巡山护林，话题总围绕着林场、家人和逝去的青春岁月。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，刚强紧握在战斗梁山上。祖国的山山水水填好我的心，绝不容太浪海轻放。我们这辈人，流血流汗在这片土地上，肯定是愧对家庭的。但是我不后悔在这片土地上，哪怕我不在这片土地上了，但是这个林子它始终是在这片土地上的，我不后悔。2019年，胡林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。他特别希望与胡波分享这份快乐，他希望胡波也能找到一份挚爱的事业。感觉父亲的手比以前更粗糙了很多，以前从来没想过他具体干了些啥子，现在感觉也能理解了，可能他变老了吧。和儿子的手摸手连着心，我觉得心连心。除了小的只是抱过他，长这么大了，从来就没有摸过他的手。父子之间感情，我觉得就更近了一点。然后跟到罗叔平山，这才让我觉得稍微跟我父亲可能有种共鸣的感觉。我就说我们局里面这马上要招工了嘛，我想把我娃娃弄起来，报个名。要得，先了解我们的征集工作名。但是我们两爷子摆不拢。你晓得我们那个情况。这块蔬菜种植这块，请老伯带一下。老伯也是种菜的高手，有抓鸡能手，行不行，老伯？好的，没得问题。总标呢就找老吴，他属于专家型的。巡抚呢就找老罗，在这雇了几十年了，让他先去了解一下。老同都晓得你福利，然后这辈子吃了好多苦。受了好多累。他们奖呢，也就代表你福利，给父母讲，怎么样？相比他们，一是我更年轻，二呢，年轻人有更多的想法，更加有创造力啊，来管理这片森林。我相信我能比他们做得更好。绿水青山，就是青山一山。父亲是一座山，我是山上的一棵树。